其實預算去到300萬嘅香港客呢，已經唔係單純嘅買到就算，而係開始重視生活質量。因為好多客戶同我講一句，我後半世呢想住得舒服啲，所以300萬同100萬、200萬最大嘅區別唔係面積啊，係選擇權。你可以開始揀地段、社區、景觀、生活氛圍，尤其係珠海。300萬已經有機會接觸到海景資源成熟嘅商業，甚至更核心嘅區域。而喺中山，300萬已經可以住得相當舒服。好多香港人以前供樓幾十年啦，其實人生後半場真係會開始諗，我可唔可以對自己好啲啊？所以300萬預算嘅客戶通常唔會再問邊度最平，而係開始問邊度最舒服。其實呢個心態變化先係真正嘅重點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又想北上養老，又驚買錯買貴，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最直接嘅方式同你分析清楚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